Hello， 咁多位街坊啊，睇到我身後咧，好多人以為咧，依家咧可能唔知去咗邊個郊區啦，唔係啊，我依家身處喺中山嘅市中心東區啊。咁喜灣道旁邊咧，如果好熟悉中山嘅香港街坊咧，都會知道呢度係中心道，不在中心噶啦。點解咧？因為門口咧依家咧就起緊18號線，講緊咧直通啊廣州珠江新城都係50零分鐘啊。中山第一條地鐵就喺呢一度啊，而且咧講緊啊喺我哋依家呢個位置咧，落樓咧5個公園啦，咁周邊咧4個商圈，包括星河、Coco City 啦、富日城啦等等嘅呢啲大家熟能詳意嘅一啲商圈咧，都係5到10分鐘就可以達到噶啦。最緊要咧，依家賣緊168萬全款就可以攞低呢個市中心嘅單位啊！咁依家咧跟住我鏡頭出發啦，我哋上到屋苑呢一度啦。U 型嘅廚房你見過？U 型咁大隻 U 型嘅陽台你有冇見過？成個大廳超級大啊，可以咁講啦，係一個巨幕廳咁樣啦，層高3.6米啊，就夠晒氣派嘅。咁大家咧可以睇翻呢度個景啦，360度環繞咧，睇河啦，睇江啦，可以睇橋啦，同埋睇到我哋附近嘅5個公園啦，遠處嘅山景啦，可以話係盡收眼底嘅。而依家咧，我哋開發商啊首盤開賣咧，就係依家開始認籌啦。前10名啦，我可以送你全屋嘅家私家電。咁樣咧前提下咧，就係你依家要預約嚟睇樓啦。心動不如行動啦，大家可以喺評論區留言666，我會發更詳細嘅資料俾你嘅。拜拜。